關稅嘅不確定性令到市場震盪，咁投資者可以點部署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今日係2月25號星期三，我係 Colly。天明早晨啊 ，Colly 早晨。今日咧就係我喺8年咧第一次咧喺財經早餐同各位觀眾大家見面日。我首先祝大家就馬年一場事勝人意，投資嘅方面咧馬到豐盛，大展宏圖嘅。冇錯，咁都希望大家能夠新年進步啦，大吉大利，財源廣進。咁最緊要咧就投資方面咧能夠得心應手嘅。Colly， 我知道咧今個星期我諗大家嘅焦點一定係擺喺美國最高法院咧裁定咗特朗普嗰啲舊年根據一啲法案所進行嘅緊急嘅加徵關稅嘅係咧係屬於違憲嘅。嗱，咁當然啦，我哋睇翻咧就係特朗普咧後尾宣布咗啦，用翻1974年嘅貿易法啦，第122條咧臨時加徵翻咧全球數量進口關稅150日㗎。但市場對後續嘅如何發展評估反應係點樣咧？冇錯，咁其實我喺今個禮拜一嘅論壇直播記得，咁其實已經同大家都幾詳細分析咗啦，最新嘅關稅咧唔係關我哋嘅事嘅。咁不過咧睇翻其他資產方面咧，就呢兩日我哋見到市面咧，咁反而咧就係喺股市方面嚟，咁其實就係最明嘅。咁不如我同大家討論一下。好啊，特朗普咧今次佢加徵進口關稅臨時加落去咧，就俾美國政府咧一時間考慮翻佢啲加到2%。但係雖然技術上執行咧係難度將來一定增加咗啦，但係美國政府仲有一啲後備方案我哋可以執行嘅加徵關稅嘅。例如好似屬於呢個貿易法裏邊嘅301條款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到，第一次任期裏邊咧都曾經應用嘅條款㗎。另一個例子就係1962年嘅貿易強制法裏邊咧第223咧230條啦，可以咧加徵嘅關稅係啲藥品造船先進科技行業㗎。原先就喺度各個貿易上佢本身嘅嘢，你已經達成過一啲，或者係啲快好接近達成過一啲貿易協議咧，而家整體上咧係出現咗變數㗎。所以150日之後咧，不確定性咧係非常之高㗎。嗱，美股係周一咧喺星期一都大跌啦，咁美國就係反而咧就係上升㗎，都反映翻市場係面對不確定性時候咧係咧走有啲避險資產。冇錯，都見到啦，美國嘅標準普爾500指數嚟緊嘅波幅預期方面咧，呢度先控方指數嘅 VIX 亦都重爬翻去21嘅水平啦。咁而美國10年期國債債息亦都係跌咗嘅，咁依家咧就去到挨近4厘喎。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咁美國股市我哋係喺今次情況之下咧，隨住150日嘅時間到期嗰陣時咧，大家知道啦，美國嘅國會經濟選舉咧都非常之近㗎啦。但係美國國會咧唔一定會支持翻特朗普嘅，會執行翻更多嘅臨時關稅額。咁所以咧，特朗普雖然係有其他手段，頭先啱講咗啦，可以咧對一啲汽車鋁價等等加徵關稅，但係中長期嚟講咧，我哋覺得咧都係整體關稅嗰個幅度咧，臨時同埋個影響力咧，可以慢慢下降嘅。而隨住美國國內嘅通脹消費者以及靠一啲外國進口嚟嘅工業製造業咧，都係相當嚟講係一個利好消息㗎。明白晒啦。咁相信咧，美國嘅通脹壓力如果下降嘅話咧，咁都將會為聯儲局咧嚟緊嘅實質去鋪翻路嘅。咁對於環球投資市場嚟講，都會係一個比較正面催化劑。咁而今年以嚟咧，美股嘅板塊回落比其實都好明顯。咁由高科技等等嘅增長股咧，轉去翻啲傳統嘅價值股。咁嘅趨勢咧，目前預期咧將會繼續延續，係咪？冇錯啦。如果長遠嚟講，我哋睇翻咧，關稅水平咧可以降低啲啦，咁亦都會加強翻減息或者經濟復甦嘅因素㗎。都利好翻一價值股嘅投資㗎。另一方面市場近期可能你有聽過關注嘅 AI 咧，可能顛覆咗行嘅嗰啲綠色㗎。但美國由先軟件板塊咧，近日咧受到好大壓力㗎。咁亦都係而家出現咗板塊輪到平咗各種嘅原因。但係相反我睇翻咧，目前嘅情況可能利好亞洲嘅出口咧，甚至乎咧喺 AI 嗰方面以硬件為主嘅亞洲股市㗎。咁所以相信呢方面咧，先至可以繼續好。冇錯，跟大家傾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